有啲軍人話執行呢一次任務，上級有命令唔可以亂講嘢，而有啲軍人就索性耷低頭。大學生講到聲淚俱下。為什麼你們好意思想一想？他們都想一想，他們在欺騙你們啊！在欺騙全國人民。除咗學生之外，市民都支持呢個阿伯主動斟茶俾軍人同埋學生飲。不過呢幾個軍官最後都唔肯飲。除咗喺豐台鎮之外，其他零星嘅地方亦都有啲軍車俾學生截到。呢幾架喺市民同學生勸喻之下自動開走，而學生為咗防止軍隊入城，佢哋喺工人協助之下，將所有入北京嘅大路都用大貨車攔住。咁樣雖然令到市民唔方便，但係市民仍然喝彩。廣州嘅高校學生今日喺下令時間8點半開始遊行，各個隊伍先喺廣州火車站集合，跟住咧就一齊環市遊行。和平請願，和平請願，為民請願。今日大部分嘅高校學生都出嚟參加遊行，估計人數有700萬人咁多。請大家緊跟，緊跟，後面同學加快。佢哋手持一幅5星旗咧開路，跟住咧遊行嘅隊伍一隊接一隊，沿住人民北路同中山路喺廣州市嘅市中心遊行。我哋企喺行人天橋啊，亦都見唔到龍頭或者龍尾，成條街咧都係人。今日喺廣州雖然不斷落雨，咁好多學生咧都冇帶雨遮或者雨具㗎。學生一路行一路叫李鵬下台嘅口號，亦都有叫反對暴力同埋要求民主自由。今日嘅遊行隊伍並唔見有其他人加入，而路邊圍觀嘅人群呢亦都唔多。廣州市公安人員呢就派咗好多人呢沿途維持秩序，不斷呢係截停路上面嘅車，等遊行隊伍呢通過。由於學生經過嘅地方都係鬧市，廣州市嘅交通今朝呢陷於癱瘓，好多路都出現好長嘅車龍。另外喺廣東省政府門口，今朝早呢仍然聚集咗好多人。絕食嘅學生呢仍然係堅持要繼續絕食，而其他同學幫佢哋呢圍起帳幕，等佢哋呢可以避雨。喺上海市政府門外靜坐絕食咗80幾個鐘頭嘅學生，喺琴晚10點半喺廣播裏邊係首先知道北京高校學生停止絕食。但係上海嘅學生領袖係決定繼續絕食行動㗎，直至完全清楚北京學生停止絕食嘅原因為止。但係到今日凌晨，佢哋聽到電台直播國家主席楊尚昆同埋國務院總理李鵬嘅講話之後，知道中央有意用武力鎮壓今次嘅學運，於是係決定喺凌晨2點停止絕食。坐上海市政府提供嘅巴士翻返去大學校園，有啲學生係表現得好傷心。中國沒希望了，我覺得中國這種情況沒希望。當學生係坐滿一架巴士之後咧，巴士就會分批離開，翻返去校園㗎。至於其他聲援嘅隊伍就陸續開始撤走，走翻去校園。但有幾間大學嘅學生喺走咗冇幾耐之後就翻轉頭，大批武警圍起人牆，阻擋啲學生走近翻去市政府大樓。有啲學生咧就索性喺武警嘅人牆邊嚟到靜坐，唔肯走。但係等到天光之後，各間大學嘅聲援隊咧就陸續翻返去校園。數以萬計嘅群眾同埋學生仍然不顧戒嚴令，紛紛前往廣場裏邊聚集。而根據學生嘅廣播就話，喺北京嘅海淀區，亦都係大專院校最集中嘅地方，就曾經發生過軍人同埋學生嘅衝突，已經有45個人受傷。由於目前北京實行戒嚴令，記者已經唔可以進行正常嘅採訪工作。有啲人呢就乾脆坐喺地下，用自己嘅身體阻住唔俾軍車開行。軍隊喺俾人群攔截咗之後，同市民雙方並冇發生衝突，但係就有人睇見有部分軍隊帶備咗槍支，有啲情緒激動嘅人群呢就將軍車嘅車胎放咗氣。車隊停定咗之後，市民基本上係保持冷靜，仲不斷咁向軍隊解釋點解會有呢一次學潮，但係軍人呢就一直保持住緘默。而截車嘅學生同埋市民就高唱歌曲鼓勵士氣，同埋向解放軍致意。
解放軍送熱水。由於成件事係拖咗幾個鐘頭，學生嘅播音器裏邊嘅電池都用完咗，學生咧乾脆係用集體朗誦嘅方式，將佢哋嘅意思講俾軍人知道。為了我們子孫後代，為了中華的振興，站到人民一邊來。到咗今朝6點半鐘左右，幾百部車輛仍然係冇辦法擺脱人群，而喺天光之後，一個警察呢就係參加咗學生嘅行列。個短評就北京戒嚴斷絕資訊，令到記者冇法子正常採訪，提出嚴重嘅抗議。而新晚報嘅新語就話，北京戒嚴、群眾行動同埋廣場嘅動態，益發令人懸念啦。日本朝日新聞嘅頭條標題係北京採取戒嚴措施，另一個直題趙總書記是否失腳呢？日文失腳即係失勢啫。而副題係軍隊經已出動，李鵬話要鎮壓動亂。英國獨立報嘅社論慨嘆話：中國人民政府並不屬於人民，短期內現存嘅領導人可能操縱到權力，但係中國社會主義已經信用破產，為佢辯護嘅人除咗動武之外，已經失去任何嘅論據。英國《衛報》同美國《紐約時報》